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心境深潛。今次我哋嚟講一本哈佛超人氣正向心理學書《更快樂的選擇》。作者係哈佛史上最受歡迎嘅正向心理學教授。佢開嘅快樂學課，每4個學生就有一個報名。學生話呢一堂課改變咗佢哋嘅一生。呢一本書唔係叫你強迫自己開心，而係教你快樂係一種選擇。無論順境逆境，你都可以透過行動讓自己更快樂一點。書中提到嘅 Spicer 模式，5個快樂嘅核心面向：第一個精神，第二個身體，第三個知識，第4個關係，第5個情緒。呢個模式好似每日嘅小練習，幫你喺壓力同埋低潮嘅時候更快彈返起嚟，慢慢累積更多嘅正能量。我自己讀完之後，開始練習感恩同埋運動，感覺負面嘅情緒少咗，日常生活都輕鬆咗好多。準備好筆記，我哋一齊嚟學點樣每日選擇更快樂啦。首先，我哋講下點解越追求快樂會越唔開心呢？作者話，好多人將快樂當係目標，但其實快樂係副產品，直接追我要好開心，反而會失望。相反，先追求 Spire 5個元素，快樂就會自然嚟。第一個，精神面向唔係一定係宗教，而係問自己：我做緊啲乜嘢有意義，有冇價值？就算平凡嘅事都可以重新賦予意義。例如洗碗唔係家務，而係照顧自己同埋家人嘅愛。作者話，意義感係快樂嘅根基，冇意義嘅生活好容易空虛㗎。書裏邊有2個原則，第一個，有目的嘅人生就係精神人生，透過正念將平凡變成非凡。我哋做個練習啊，每日寫3個感恩，感恩有屋企住，有朋友，有健康，亦都可以做冥想，每日5分鐘，專注呼吸，聽一啲平靜嘅音樂。第二，身體係快樂嘅基礎，因為身體同心情係聯繫緊密㗎。作者話，唔運動就好似食抑鬱藥咁，運動能釋放多巴胺，提升心情。唔使做劇烈嘅運動，每日行30分鐘，伸展或者瑜伽都夠㗎喇。仲有睡眠、飲食，食飯時要專注食飯，唔好掛住睇電話啊。書裏邊嘅原則：第一，善待身體；第二，察覺身體影響心靈。每日做少少嘅運動，壓力大嘅時候就企起身伸展一下。優良嘅睡眠，以前我成日都失眠㗎，成日睇電話。依家臨瞓前唔敢睇電話啦，做10分鐘嘅瑜伽，瞓得比以前好咗好多。第二朝早仲精神好咗好多啊！都市人成日都要 OT，容易忽略咗身體，所以由今日開始，我哋做個小小嘅改變，例如飲多啲水，多行樓梯，每日都可以做下冥想，舒展一下筋骨，咁都係一個好嘅開始㗎。第3個就係知識，呢一個面向係發揮好奇心，學習新嘢，令腦筋活躍。作者話，投入心流嘅狀態，會覺得好滿足，每日學少少新嘢就得。睇書、學煮飯，甚至學一啲完全未見過嘅事情。書中嘅原則：好奇心係燃料，學習帶嚟成長。練習每日問：我今日學過啲乜嘢啊？感覺腦袋活躍，成就感都多咗㗎，快樂就自然多返啦。都市人嘅生活節奏快，好容易覺得冇時間。
但其實5至10分鐘就足夠啦。試諗下，睇電話嘅時間換成學習，慢慢你就會變得超有滿足感㗎啦。第4種，關係。人際關係係快樂最大嘅來源。作者話唔使完美嘅關係，而係培養深度，主動傾聽，真心關心。書裏邊強調，自我關愛先係好關係嘅基礎。提出自己嘅需求並唔自私，反而讓對方更加了解你嘅想法，促使關係穩定。例如，我而家想瞓個晏覺，我今日想做運動，還是明天我哋一齊睇電影啊？最後一個係情緒。接受所有嘅情緒，唔抑壓負面。作者教情緒中性化，將我好焦慮，我係一個負面嘅人，轉變為我現在感到緊張、有壓力，把情緒中性化，無論任何情緒都將會過去。仲有自我慈悲，對自己溫柔啲。同自己講，辛苦晒啦，係時候休息下啦。本書話過，快樂唔係零負面，而係有彈性嘅復原，重啟修復身心正循環。快樂係一種連續嘅選擇，喺最差嘅狀況下，我哋可以透過持續嘅選擇，幫助自己好過啲。透過喺生活裏邊真正身體嘅力行幸福要素，我哋就可以替自己鍛造人性。全新嘅 Spire 就好似一種心理疫苗，可以增強我哋防禦生活挑戰嘅力量。無論我哋遇到咩問題，都有更快樂嘅選擇。而我最鍾意嘅一句，快樂唔係目的地，而係旅程。唔使等到完美先至快樂，而係喺過程就可以選擇快樂。更快樂的選擇教識我哋透過精神、身體、知識、關係、情緒5個面向，每日小選擇就能變得更快樂、更韌性。大家有冇開始諗自己係邊一個面向最弱？從今日開始，試下每日寫3個感恩，或者步行30分鐘，分享你更快樂嘅選擇喺留言區度畀我啦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我哋下次再繼續分享正能量嘅書。